信息是建造上帝殿。所敬听的姊妹，大家平安。希望天气寒冷，搁落雨，总是咱的心犹原充满热情、欢喜，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咱同心搁一摆来祈祷，听愿世间人的上帝，愿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互阮有遮尔水的礼拜堂，同齐做伙来敬拜上帝。上帝啊，你的名是值得阮所敬拜，主愿要伫遮来学到你，愿搁一摆通过圣经的话来激励阮的心，愿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互阮通明白上帝你的心意。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咱的礼拜堂布置甲真水。就是咱伫礼拜煞了后，马上有一个婚礼要来进行，也真伫这个时阵，主婚人也真邀请咱的兄弟姊妹，若伫礼拜煞了后，咱会当留步做伙来参加这个结婚的礼拜。照咱读圣经的进度，咱已经读到伫历代志上卷。这卷的圣经主要来记载大卫甲所罗门王因一生的内底真伟大的成就甲贡献，以及因起造耶路撒冷圣殿，互人民伫遐做伙来敬拜上帝。总是当所罗门王统治40年了后，伊的国家分做两个。就是北国以色列甲南国犹大国，伫这个遮尔侪列国的中间，历代志上下卷特别注重伫南国犹大国的历史，所以咱会当伫列王记上下卷甲历代志上下卷有一个真好的对照，整个以色列甲犹大国的历史。甲遮的君王，总是一个真好的结论，就是每一个君王失去因的政权，上重要的原因，因就是惊耶和华上帝看做歹的事，这个是上重要的 key point， 所以因的政权就真紧就结束。总是独独这项代志，就是国家的领导者若顺坦上帝，做上帝看做好的代志，这个国家就的确得到幸福。历代志上卷，咱对22章看，总是咱会当对21章来开始看。第21章，咱看见大卫以打败对敌，通讲伫伊的军事上得到空前的大胜利，互国家成做一个强盛的大国。总是伫迄个时阵，撒旦入去到伫大卫的心，直到大卫想要有一个真骄傲，讲国家遮尔强，伊要来算军队、算人民有偌济，也因为这样代志，互耶和华上帝真无欢喜，就刑罚以色列百姓。讲瘟疫伫以色列人的中间，最后大卫就去买一个所在，这个所在叫做阿罗那的拍马的卖场，伫遐来献祭给上帝。然后伊将这个阿罗那拍马的卖场，就伫遐来起造圣殿。咱会当伫21章上尾的所在，通看见这个代志。所以，只要咱学习一个真重要的信仰的价值。就是大卫伫倒落失败，伫遐绊倒，伊就伫遐徛起来。伊伫遐就伫遐起造圣殿，来敬拜上帝。虽然继续来看22章，就是起造圣殿对大卫到伫所罗门，就代代伫遐传承。头一个咱看见，为什么大卫要起造圣殿呢？
因为伊要带领人民做伙来敬拜上帝。拄则我有讲，无论伫北国南国，圣经咧评断一个王，就是因有做对的代志，邀发上帝看做好来祝福这个国家。所以大必王伊就伫遐招呼所有人民来敬拜上帝。毋然呢，伫伊个列祖的中间，通看见亚伯拉罕到伫逐所在，伊就起做一个祭坛伫遐来献祭给上帝。到伫拿阿经过大船，伫大船内底40天了后出船，头一样代志就是献祭给上帝。大必王伊知影，伫因个列祖的中间是一个敬畏独一真的上帝，所以当伊做王的时阵，伊的确爱做这样事，就是起做圣殿，带领人民同齐来敬拜上帝。这个伊看做是上要紧的代志。所以伫22章开始，咱看见做老爸的大必，甲做囝儿所罗门王，因活伫无共款的时代，因两个人无共款的个性。因为所罗门王通讲是一个好命囝，伊的老爸大必拍天下，但是伊的囝所罗门王通伫遐享受老爸所留落的这产业。总是虽然无共款的时代，总是因两个王拢团结上帝百姓，要伫遐来起圣殿来敬拜上帝。对伫起做圣殿这样代志，大必甲所罗门王因两人拢有共款，真重视这样代志。第三，咱要来想讲，为什么大必要怎样来进行起做圣殿呢？伊要安怎去起做这个圣殿？咱知影伫咱所读的圣经内底，上帝甲大必讲，因为你流真侪人的血，拍真侪大的战争，毋通为着我的名来起做圣殿，因为你伫我的目睭前流侪人的血伫地面上。因为顶一代大必为着统一整个国家，伊需要战争，伊需要烧台啊，总是伊无机会来起做圣殿。也我上帝无要互伊起圣殿，我相信这样代志，通讲是大必王一生上遗憾的代志。就是咱也看见，伫咱台湾真侪教会定定咧起礼拜堂，特别伫原住民的所在，希望10几个人做礼拜，伊嘛要起一间100外人的礼拜堂。所以咱的教会就定定接到这起礼拜堂的教会，要来甲咱申请，会当来募款。也因为大必伊无法度起做礼拜堂，伊一生的梦想，伊一生的期待无法度完成，所以伊就安那千交代万交代，甲伊的囝所罗门王讲：你爱真心中来起做这个圣殿，来带领人民同齐来敬拜上帝。伫咱最后读的圣经内底，通看见，大必安尼交代伊的囝儿讲：你要起做这个圣殿，一定爱真水交结。这个中文安尼写讲爱金碧辉煌，就是讲真水，用黄金所做，都爱出名伫全世界。总是呢，这个所罗门王要真少年、真软正，伊无法度一个人来完成这个代志。所以伊的老爸大必就甲一切材料准备好势，伫遐尽力组织3400万公吨的金仔，还佫有34000公吨的银，还佫侪的铜铁，也备办这木材、香柏木、香柏树的茶，甲以及所有的石头工人，伊讲总是还佫无够的，你都爱好好来准备。这就是大必伫还未死以前来备办去做圣殿所有的材料。咱会当伫《列王记》上卷第6章38节遐看见，《列王记》下卷第6章38节，所罗门王用7年的时间就甲圣殿去做好势，总是去家己的王宫
用13年的时间，搁加一倍，互上帝圣殿去7年，伊家己的要大的王宫去13年，咱会当伫咧王记下悬的所在通看见。通过这咱来回想，咱社联教会，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社联教会这个所在，咱知影社联教会今年已经进入第99年，将近1世纪。伫这个1世纪的中间，咱有经过4摆教堂的变迁、迁徙，到伫最后，才伫这个所在中山北路金洲街口这个所在。伫1971年，当时陈启准牧师、赖水明牧师，因有真先知性的眼光甲信心，要将原来旧的礼拜堂，甲换做今仔日现代化大楼型的礼拜堂。这是一个真无简单的代志。咱知影咱附近有几间礼拜堂，比如讲伫大洲埕、济南、中山，伫迄个时阵因无即种的眼光，所以即摆教堂拢变做高级。什么叫做高级？就是爱互人参观的所在。所以即个礼拜堂就袂当搁登起。你若要动一个所在，什么所在，都爱报，互政府知影。总是倒我有讲，咱过去的牧长真有眼光甲信心。伫1971年就甲即个礼拜堂甲起做一个大楼型的礼拜堂。伫1973年，伫即个所在来落成。当时的中级通过111届的开会，有时对即时开较暗时，为了要达成共识，有真侪需要讨论斟酌的所在。互咱今仔日才会当伫遮做伙来敬拜上帝。总是呢，伫即个起造过程内底，当时的教会建堂基金只有18万点，总是要起造3200万的现代化的大楼，这也是一个真大的挑战。总是当时的中级就决议甲中华银行来借钱，然后来起造这个礼拜堂。现代人、现代基督徒即马当时咧兄弟姊妹讲，为什么礼拜堂爱起伫遮尔悬的所在，咱毋卖起伫第1楼遮尔方便的所在？因为这有当时历史的背景，所以互咱知影，这是相当无简单的代志。中文即句安尼讲：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一代人亲像大笔，伊伫遐辛苦，伫遐准备，伫遐经营，激头壳、激头脑，才会当互伊有遮尔好的来起造圣殿。我相信伫社联教会也共款，咱的前一代人因遮尔用心计较、欠钱，然后欠长内度来起造即个礼拜堂，才有今仔日社联教会发展。礼拜堂对1973年3月初3献堂以后，到今仔日已经经过39年的时间。总是遮尔久长的时间，将近40年，社联教会有缘伫中山北路成做一个真有特色的教堂，就是哥德式的教堂，一个真有特色的礼拜堂。总是咱知影，这个外墙顶顶已经渐渐太入咧落等等这个代志，需要来做整修。伫2009年，就是伫2冬外前的7月初10前的总务委员会就讨论，伫遐讲咱的礼拜堂的外墙需要做一个更新，用现代话来讲叫做拉皮。原来无变，但是外墙咱需要做一个更新，做一个整修。毋望伫庆祝100年的时阵，这个礼拜堂会当归荣光给上帝。这个过程，咱也真感谢事管会甲中级用真济时间开会，中间有润德设计公司用心的设计，要伫2001年，就是去年的12月初10，感谢主已经发包完成。
用3950万来做整个外墙的更新，由这个丰盛营造公司来承包。咱的建材要用花岗石，咱即摆是大态度，就是要进入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咱用花岗石做主体，互社人教会进入伫100年了后、1世纪了后，要向前来行，有一个新的开始，甲新的发展。咱要伫今年伫2月7日开始动工，需要8个月的时间，真需要兄弟姊妹做伙祈祷，真需要咱做伙来关心奉献，互伫8个月过程内底，拢会当得到顺遂甲平安。总是伫即个中间，若有无方便的所在，也真需要兄弟姊妹做伙来配合。因为咱知影伫整修的过程内底，有真侪眉眉角角，有时咱想袂到的所在。总是咱伫幼园要进行礼拜，有遮尔侪兄弟姊妹伫遮出入，迄个安全性，咱需要伫遮来顾虑。也毋望咱兄弟姊妹伫即个过程内底，咱用较侪时间来祈祷，或者个事、遮个整修，拢会当得到平安甲顺遂。伫所罗门的时代，因起造圣殿，但是咱伫即个时代，圣殿已经有啊，但是古去啊，咱需要做一个整修，毋望咱三甲来关心甲祈祷。第二项，咱要起造属灵的圣殿。咱知影，即个硬体真重要，总是若无软体，就是硬体搁较水，嘛是真空虚。什么是起造属灵的圣殿？头一个就是信仰的起造。信仰的起造就是让每一个基督徒会当有坚固的信心甲信仰。咱知影，当有一句话安尼讲，咱若树头徛好在，毋惊树尾做风台。迄个树头就是咱的信仰。迄个就是咱的根基啊！信仰的根基，咱就爱坚定起造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总是我常常咧提醒，咱的信仰毋是设立了就已经完成啊！设立只不过是进入伫上帝恩典的门的开始，还佫有真长的路爱行，还佫有真长的路，咱爱学习、爱造就、爱训练。所以，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2节讲，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地基。总是咱怎样伫即个地基顶头来起造？有人用金，有人用银，有人用宝石来起造，总是有人用木材、用草来起造。用木材、用草起造的时阵，拄着风台、拄着代志、拄着挑战、拄着困难的时阵，信仰就拍落去。我相信起造硬体的礼拜堂真重要，总是我认为每一个基督徒灵命的起造、信仰的起造，搁较是重要。咱用要更新礼拜堂，用真侪钱甲时间，我相信。培育每一个基督徒会当成做有坚定信仰的基督徒，迄个属灵的使命也同款，爱用时间甲金钱。伫起造教会软体的中间，这就是上帝爱咱每一个基督徒的身躯。请问你的身躯还佫有伫咧无？还有佫伫咧啊！每一个基督徒的身躯拢是上帝殿。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节甲20节，保罗伫即个所在提醒讲：你敢毋知恁的身躯就是圣神的殿？即个圣神踮伫恁的内面是上帝所赐的，毋是属于你家己，是属于上帝。因为伊用重价甲恁买倒转来，所以恁就爱用身躯来应当上帝。咱每一个人的身躯爱成做圣洁。有敬虔、有谦卑、顺服的心，
来归荣光给上帝。咱每一个人拢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用当价，甲咱对偶像的中间、对民间信仰的中间、对拜拜的中间，甲咱救赎倒转来。所以咱的身躯是属于耶稣基督，咱就爱为着主来活。这就是要起造咱信仰的根基，伫这个所在。即使今仔日少年教会的硬体真水，但是伫内底的每一个基督徒，无有信仰的内涵甲品质，我相信这间教会也真紧，就无几个人伫遮做礼拜，亲像欧洲的教会同款，礼拜堂起啊真水，但是无人咧做礼拜，就成做一个观光的所在。我真期待少年教会，毋那是外在起了真水，内在的每一个基督徒，拢会当活出一个基督的香味，有好的信仰，有水的见证，伫咱徛起的所在。因为咱的礼拜堂，就是要用圣洁甲敬虔，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上帝。历代志上卷今咱所读的圣经22章19节，大笔安尼提醒讲：，恁著爱专心专意服侍上主，恁的上帝，开始来起造圣殿。这句话什么意思？起造圣殿，毋是要起好水水那点。这个圣殿，这个礼拜堂，是要为着互更较侪人心灵的需要，来到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上帝。礼拜堂是为着每一个人心灵的需要，互咱伫遮来敬拜上帝、阿罗上帝，来起造咱的信仰的所在。所以我也邀请咱兄弟姊妹，每一届入来到伫礼拜堂的时阵，咱有一个习惯，就是把你的手机啊关起来，因为这是要来敬拜上帝。然后咱毋通搁甲隔壁互相伫遐讲话。当咱的心有一个圣洁、敬虔来亲近上帝，就互这间教会会当成做一个有特殊、通为主做见证的所在。第二项，起造属灵的圣殿，咱爱做的就是品格的起造。这是要互咱成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基督徒。毋通讲一套做一套。信仰有两个层面，头一个层面就是信仰生活的起造，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信仰品格的起造。伫这个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无论是媒体，甚至是色情混乱的时代，总是基督徒活伫这个时阵，咱需要重视的。就是品格的起造，爱活出一个甲人无共款的使命。伫彼得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然后圣经咱会当看这段圣经节。彼得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彼得安尼讲：，恁著爱排除一切的歹代，爱排除毋通去做这歹代志，也毋通讲白贼。加好为善，加好接到讲人的歹话。伫这个所在，我相信彼得是一个提醒，咱做一个基督徒，毋但伫信仰得到起造，咱的属灵的品格这个部分，咱爱做一个好好的装备甲训练。讲恁著爱亲像拄死的婴仔，常常较无纯正的灵力，通借着伊大汉来得到拯救。你若爱亲像我的石头，来起造属灵的圣殿，伫遐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来献上，为着上帝所欢喜的属灵的祭物。彼得伫这个诗来讲，毋但咱是真做有品格属灵的基督徒，咱伫教会内底
爱搁成做一个属灵的活石，属灵的活的石头啦。咱每一个人都是石头，我相信毋但是石头，咱拢是啥？咱拢是宝石。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看作是宝贝的宝石。伊讲，咱即粒石头要起做属灵的圣殿。即个活石是啥物意思？活石就是有生命力的成长，有影响力的。活石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成长，是一个会当有影响力的。所以活石来讲，咱每一个基督徒是属灵的活石。咱的属灵的生命，咱的品格爱成长，咱爱成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这个就是彼得伫这个所在讲，咱爱成做属灵的活的石头。所以伫教会内底，有大石头，有细粒石头，有影响较大的，有影响较细。总是无论如何，咱拢是活伫这个世代来影响这个世代人。虽然有大粒石头，有细粒石头，所以大粒石头嘛需要细粒石头，咱做伙来起造上灵的圣殿。阿妹吗？虽然每一个基督徒，咱就做伙伫这个所在来起造属灵的圣殿，伫咱的信仰得到起造，伫咱的属灵的品格得到起造。伫新年的开始，咱看咱的周报第13页。教会有举办几啊项的造就训练的课程。我对去年到今年我接装备的牧师，除了主任牧师以外，阁是爱装备训练兄弟姊妹。我真喜爱邀请咱兄弟姊妹，毋通咱的信仰敢若停留伫做礼拜，这是足可笑的，这是无够野的。教会为着咱准备遮尔济造就训练的课程，有成人主日学，有实际服侍的课程，这个拢是要帮助咱。我真意爱，咱会当做伙来参与。加尔文伫个主段内底安尼讲，咱每一个做基督徒的应该知影，咱即马是参与一场属灵的战争。为着安尼，每一个人拢着警醒来装备造就家己，毋但一心一意简单关心伫物质甲俗血气的事，因为攻击咱的就是上邪恶的撒旦。这是加尔文伫个主段内底所写一句真深的一句话，讲咱每一个基督徒爱知影，咱今仔日是参与伫属灵的征战。因为咱面对真侪有血伫咱的中间，所以咱就爱好好来装备造就家己，毋通干那只关心伫物质甲俗血气的事。因为咱即马是参与伫属灵的征战。我相信加尔文是长老教会创始者，伊真重视这样代志。无论伫过去的时阵，今仔日。咱每一个基督徒，咱拢伫属灵的征战的中间。咱若无好好来装备家己、训练家己，咱就会伫有血、未血的中间滑倒。今咱有真侪对美国转来的兄弟姊妹，最近我有听见一个消息。这是事实的消息，就是美国真出名一间教会，叫做水晶教会 （Crystal Cathedral） 这间教会。这间教会，我相信咱伫台湾拢会当看到，就是水晶教堂。伫咱的有线电视15台，咱拢会当看到这个电视台，因伫遐这间教会伫遐做礼拜。这间教会一开始是一个牧师叫做 Robert Schuller。这个牧师，伊伫1955年，就是伫美国有真侪人去看电影，总是伫迄个看电影的这个外口开车去，就是伫迄个开车的停车场的所在开始报道，人就坐伫车顶内底，伫遐听这个报道，
因为迄个时阵的电视啦、媒体啦，毋是遮尔进步，所以就伫遐开始，拉要修了，牧师就伫遐开始报道传福音。到伫1981年，有一个梦想，伊也写一本册叫做《Possible》，叫做可能。每项代志拢有可能，你毋通讲无可能。咱知影 impossible 头前就是一个 I am， 你甲你家己摕掉就是 possible。老要修了写一本册，可能就是伊要起做用玻璃所起的一间礼拜堂，用10万块的玻璃所起的礼拜堂，用1800万来起做今仔日这个水晶教堂。我相信咱伫电视的中间拢有通看见，这个礼拜，总是咱知影，伫旧年的11月，拄啊是2个月前，这间教会已经拍卖。用偌济钱拍卖？用美金5700万卖予罗马天主教教会。过3年，这间教会要搬出去这间礼拜堂。那听到这个消息，我相信咱的心真沉重、真艰苦。为怎样呢？这间教会真无简单，对1981年来成立。才差不多30年的时间，已经结束这间教会的生命。到底问题出伫倒落？是毋是教会经济拄着困难？为什么一间遮尔成功观光的教会会陷入经济危机？我看，我咧想，我咧反省，更较大的问题就是信徒甲上帝关系出问题。每一个基督徒甲上帝关系出问题，因为来礼拜毋是来干那礼拜要信仰得到左右，因是来遮观光的那点。我相信这样代志，互咱的心真惊吓，互咱真紧张。有可能啥人教会兄弟姊妹，咱若无真认真来注重信仰的造就甲装备的时阵。检采无偌久了后，少年教会爱受拍卖，这是一个足严肃的代志。今日无论少年教会起到偌水、偌强，用什么款的更较高等的石头来起，但是咱今仔日基督徒若无重视属灵的装备训练甲造就，今日基督徒若无活出一个品格。水的品格，伫今这个世代，咱也共款爱面对这样严肃的危机伫咱的中间。兄弟姊妹，虽然今仔日伫新的一年的开始，咱爱重视圣经真理的扎根造就甲训练，咱来好好读圣经，祈祷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对照我伫外口。今年的读经的进度，还阁一塔真大塔伫遐，顶礼拜就开始分啊，顶礼拜就开始。我看无几个人摕转去，无几个人想要摕转去看，这就是危机。检采今日牧师讲了较严肃，但是这是一个真实在的代志。我真期待咱还袂摕，咱礼拜了后，毋望咱会当赶紧来摕。互咱会当共款的读圣经，牧师的信息会当共款，互咱做伙来起造这间属灵的教会，毋是简单形体的教会。咱也需要充满积极宣教的热情甲动力。若无咱甲欧洲的教会会陷入共款的情形。最近教会。罗伯修勒牧师伊捌讲，伫伊《Possible》这本册内底安尼讲，咱知影教会毋是一个建筑物，是用信徒心灵甲诚实起造的所在。总是基督徒若无用上帝做优先，这间教会就会倒去。我相信这句话今仔日
伫即个水泉教会内底来证明这样代志。教会毋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上帝所呼召一群人同齐做伙来敬拜上帝。确实，基督徒的性命无掠上帝最要紧，这间教会就会倒去。同款伫美国一间教会，沙罗贝这间教会的牧师写一本册叫做《直奔标杆》。雷公湾呢，就是华里克牧师伊安尼讲，我一间成长的教会，不在伫伊偌济人咧做礼拜，是来看这间教会是毋是会当训练更较侪基督的精兵为主来征战。其实这间教会，敢若基督徒拢是咧做礼拜，迄拢是空壳的，总是人的性命欢喜受栽培，欢喜受装备，然后成做基督的精兵。这间教会就是一间成长的教会，阿妹吗？伫新的一年，咱其他所有兄弟姊妹，咱爱重视的，就是读圣经、甲祈祷、甲上帝合一。咱伫敬拜、甲学乐、甲上帝合一。咱伫宣教、甲牧养、甲上帝合一。这个就是大卫甲所罗门王，因用这个来加添上帝百姓信心的锁匙，就是敬拜、学乐、宣教、牧养。这就是大卫甲所罗门王因所看重这样代志，互所有的百姓的信心会当伫遐得到坚定的一个要紧的锁匙。我相信这样代志，也要互咱的教会，互少年教会，对一代线到一代，一世纪线到一世纪，真重要的锁匙，就是重视敬拜，重视造就训练，才互咱的教会伫宣教的中间，伫传福音的中间，会当成做这个世代的祝福。我真喜爱一段圣经，就是《哥罗西书》第1章28节甲29节。讲阮宣扬伊是用各样的智慧，要劝解逐人，要教导逐人，将逐人伫基督内底完完全全带到上帝面前。我为着这个劳苦着磨，照着伊伫我心内所运行的大能甲大力，我尽心尽力。我相信这是保罗写予哥罗西教会一张真严肃的一张批。讲为着要传扬耶稣基督，咱就要用尽各种的智慧来考劝、来教导、来培养，要将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咱就要为着这样代志，尽心尽力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通领受你遮尔大的恩典。阮要起造的教会，毋单单是硬体，也就是软体，因阮拢是属灵的圣殿。阮是教会活石，教会存在是为着要传福音。天父上帝，阮恳求你，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看重、造就、训练、栽培，互阮会当成做基督的精兵，为主征战服侍，得到侪侪人伫主的面前，互得救的真假日日得到加添。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